有人说你这藏有要犯，你可是机关的官员，你应该懂规矩。香料呢？这便是假香。假香啊？真香呢？夫人调香，我来调情。你老婆让你休了她，这就是你的狐朋狗友吗？李清照，你想的也太美了吧！啊！当时贵妃抱着她的康国窝子就在一旁观战，红颜薄命，只欠一死。云香一场，花香容。西北边境明知疲弱，但永远无法强兵，永远只能花钱陪笑，岁币苟安。多少年了，商鞅之术为大秦一统天下，何功可比？所以才会秦为天子，二世而亡。你放肆！苏轼，过分了。好主意。